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这阵啊，真侪囡仔兄、囡仔姊拢伫咧关心动物园的大代志，就是大只鸟禽团团的状况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，这一日就是东岛往东第7条动物园的东。读东这是读文音，嘛有人认为讲东甲东是腔口的方音差。东代表讲是行为，咱讲一举一动。颠倒变的词就是静，咱讲动静动静，这个意思就是情形甲消息。另外一个音读做动，嘛同款是改变原形的意思。若是点点无动静，咱讲是袂丁袂动。开始做，咱讲是动工动土。啊，若运用的意思，用脑，咱讲是动脑筋。起骹动手，咱讲是动拳头舞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煽动，这个意思就是使人；第二个词读做起骹动手，意思就是两边因为冤家起冲突相拍，嘛会当讲是动拳头舞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伊互厝边煽动，和好朋友反面，两个人为着小寡代志，冤家甲起骹动手，实在做唔得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动，另外一个音读做动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